英国嘅航空管制系统自备常常出问题，至少1200座嘅航班就要取消，连带影响到其他机场嘅航班。这个影响呢，可能需要几多天嘅时间去调节，才有法度恢复正常。英国嘅航空雷达系统荧幕。礼拜透早出现一款大太车，经常跟伦敦国际线进出的中心，盖特威克机场估计就有18万旅客行程受到影响。原因是航空管制系统突然故障。负责的国家航空交通服务公司讲是拄到技术性的问题，电脑系统故障，要改做传统手动的方式操作。强调为了安全，要限制航班流量，提醒旅客要有航班满分的心理准备。It will affect all incoming and outgoing flights and also those aircraft which are in the UK airspace right now. I am very cognizant that this will disrupt people's travel plans, those who are waiting to arrive in the UK, those waiting to depart, and I do sympathise with any disruption that they may be experiencing. 航管系统故障会发生这个时间点，拄好是国际航空休落技术进程的最后一个连续假日，作为经航空交通上无用的时段之一，迄日全国大约100万的乘客运输量。在公布拄到技术问题了后，过3点钟，下到3点左右，航空交通服务公司的工程人员才找到搁排除障碍，造成有1200架航班被迫取消，平均满分12点钟左右。连带也拖累后陆其他机场航班的正常期间是2019年冰岛火山大爆发以来上严重的单日航空大混乱。后续也要几天的时间，航空交通才会当恢复正常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